43屆畢業典禮現在開始。各位畢業嘅同學，時光荏苒，6年好快就過咗啦。今日你哋離開校園之後呢，你哋將會迎接人生另一個新嘅階段。我希望各位同學能夠帶住學校嘅美好回憶，堅持學習，每日都變成更好嘅自己。咁咧，站在人生嘅新起點上面咧，你哋手裏邊握住嘅唔單止係一張畢業證書，更加咧係6年嚟師長傾注嘅心血、同窗共勉嘅情，以及咧自我成長嘅印記。我哋一班畢業同學懷住既興奮又不捨嘅心情，踏入呢個象徵成長與離別嘅禮堂。